位兄姐们，还有线上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来敬拜神，来寻求我们的神，来经历我们的主的同在。请我们弟兄姊妹从座位上一起站立，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生命有神在掌管，我们用赞美和感谢的心来迎接每一天。耶稣掌权。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失眠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耶稣掌权，失眠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大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感谢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哈利路亚！感谢我们的神，不只爱我们。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用永远不改变的爱我们，是你在掌管我们的生命。恳求你向我们说话，恳求你向我们的灵来吹气，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被你更新，越来越像你，是你所喜悦的儿女。让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托在父上帝的手里，不再靠自己，全然的交托给爱我们的上帝。帮助我们效法约沙法王的好处，当他大难临头的时候，他定义要寻求耶和华的面。他称赞我们的神，你是宇宙万物之上的神，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没有人能够抵挡你。当我们在极难的时候，也要学习约沙法王，我们的眼目单单要来仰望你。帮助我们相信你的话语，相信你在圣经上每一个应许，不要过度的惊恐害怕，
因为胜败不在于我们，乃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是信心的宣告。我们这样祷告，恭恭敬敬的将以下的时间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定义要寻求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在他后来，先知以利亚也写信来警告他，将要肠子脱落，要重病而死哦。好，那最让人难过的是，他死的时候呢，居然没有人看重他，而且呢，也没有人纪念他。好，那他没有办法列葬在列王的坟墓当中，只有40岁啊。好，这么年轻的生命，好，但是呢，却留下很多的遗憾。而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的呢是约兰，虽然他只有40岁，但是呢他也当了爸爸，他也生了一个儿子。其实呢他的儿子呢，在我们昨天的经文当中有提到。那其中最小的，这是他儿子当中最小的，叫做亚哈谢。其他亚哈谢的哥哥们呢，其实都被阿拉伯还有从这个非利士来的联军呢，被掳走，或被杀，以至于呢，只剩下最小的儿子亚哈谢来接续做王。亚哈谢王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掌握，或是耶和华所拥有啊。但是我们从圈起来知道，北国也有一个亚哈谢王，是亚哈的大儿子叫亚哈谢。北国有一个约兰王，是亚哈谢的弟弟；南国有一个约兰王呢，是约沙法的儿子。那南国的亚哈谢呢，是约兰王的最小的儿子。所以在同时期呢，亚哈谢跟约兰，然后南国是约兰跟亚哈谢，是非常容易混乱的。亚哈谢的记载呢，在列王记下的第8章、第9章，还有今天我们读的历代志下的第22章，可以看到相关的记载。好，那在历代志下的22章会提到，因为是非利士和阿拉伯联合来攻打约兰的时候呢，他的儿子们都被掳或被杀，只留下最小的这个亚哈谢。好，那在以赛亚书翻成约哈斯王，有的圣经翻成约哈斯王。好，那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呢，只有22岁。他们在读和合本历代志的时候呢，会看到他写的是42岁。好，但是这个是抄错，好，因为他的爸爸死的时候才40岁而已啊，好，他的儿子怎么可能一起来当王就42岁？好，所以我们读的现代中文译本已经修正这个错误啊，好，他登基的时候是22岁，好，22岁，而在耶路撒冷只有做王短短的1年的时间。亚哈谢的妈妈呢，就是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好，是暗利的孙女。好，那在亚哈谢的所以这个他的爸爸约兰死了之后呢，就是受到妈妈的指使，让亚哈谢做许多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这亚他利亚可能影响了父亲约兰，又影响了儿子亚哈谢。甚至我们明天会读到，当儿子亚哈谢也死了之后呢，这个妈妈直接手就伸到南国国家里面就篡位啊。那在列王记里面有提到说，亚哈谢是亚哈家的女婿，所以我们读的这个字的时候呢，可能会被误解。女婿这个字呢，也代表了姻亲的关系。那他在同时期，北国的王是约兰，因为他爸爸叫约兰，所以我们现在中文译本把这个北国的约兰翻成约荷兰，约荷兰就是以免搞混。好，他要叫这个约荷兰呢，北国的约兰王要叫他舅舅，因为是他妈妈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是呢，他跟他的舅舅呢，南北两国合起来，要再一次去为基列拉莫和亚兰王，就是叙利亚王哈薛来打战了。结果呢，这个战争呢，两个人南北都出师不利，都受伤啊。但是这个受伤不要紧啊，好，那亚哈谢后来去探望舅舅的时候呢，两个人都在北国，好，都被上帝所膏的另外一个仆人耶户，好，在
同一时期都被耶户所杀，甚至呢亚哈的70个儿子也都被杀。好，所以这是今天经文以及在列王记下8、9章所交代的关于亚哈谢的一生，又是一出的悲剧。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读了22章，那原来读到第9节，但我们就把22章读完，所以读到12节，也没有很多。会提到呢亚哈谢他怎么样接续他的父亲约兰，但是因为妈妈的关系仍旧行恶。而因为遇到北国谋反的事件呢，所以呢，他后来就被杀。还有他的妈妈亚他利亚怎么样来剿灭犹大国的王室？那让亚哈谢他虽然死的时候很年轻，但是他也生了很多个儿子了，也有儿子了。但是呢，这些儿子当中呢，有一个被藏起来，否则大卫的后代就到亚哈谢就断绝了。好，所以我们就来请慧静姐来带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好，首先我们先读历代志下22章第1节到第3节。阿拉伯人的突击队把约兰王所有的儿子都杀了，只剩下最小的儿子亚哈谢。因此耶路撒冷居民立亚哈谢继承他父亲的王位。亚哈谢22岁时做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1年。他仿效亚哈王一家的坏榜样。他母亲亚他利亚是亚哈王的女儿，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他替亚哈谢出主意，带他做坏事。好，谢谢。好，亚哈谢呢，他当王的时候呢，只有22岁。好，还算相当的年轻，但是其实他也已经当了爸爸，也已经当了爸爸。好，但是呢，因为他自己的爸爸约兰已经死了。好，还记得约兰怎么死的呢？好，是肠病好，肚子痛了2年，好，足足痛了2年而死哦。所以呢，很多事情都是妈妈亚他利亚，就是亚哈的女儿，在替他出主意。所以亚哈谢呢就被妈妈带坏，因为他妈妈是从北国嫁到北国去的，而他的妈妈就是他的这个妈妈的妈妈呢，这个耶洗毕呢，又是从西顿来的，从海边来的，所以拜了许多的亚瑟拉的这些偶像，所以把这样的偶像呢，从西顿带到北国以色列，从北国以色列带到了南国犹大，而带到了亚哈谢耶路撒冷王宫当中。那所以呢，看见亚哈谢就这样子让整个国家渐渐被扭曲啊。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读第4节到第6节。亚哈谢做上主看为邪恶的事，因为他父亲死后，亚哈王家里的人成了他的顾问，使他堕落。他听从他们的建议，跟以色列王约荷兰联手攻打叙利亚哈薛。双方军队在激烈的拉末交战，约荷兰受伤，回到耶斯列城养伤。亚哈谢到那里去看望他。好，所以这里讲为什么亚哈谢做上主看为恶的事情，因为他都跟着他的外公，其实他的外公亚哈那时候也已经死了，但是呢所留下来后遗症，但是他的外婆耶洗别还在所以他的外婆影响到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就影响他，所以整个南国是被北国牵着鼻子走这时候呢，他就和他的舅舅，因为他的舅舅的哥哥大舅舅死了，所以跟他的二舅舅约兰现在中文本翻成约荷兰是为了区分约荷兰联手要去打北边的叙利亚王哈薛但是呢，这场战争出师不利，所以2个人都受伤了。可是他舅舅伤势更严重，所以亚哈谢依然带着自己的伤去看他的舅舅。好，我们继续再读第7节到第9节。亚哈谢因去看望约荷兰而遇害，这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亚哈谢在耶斯列的时候，他和约荷兰遇到了宁氏的孙子耶户。耶户是上主拣选来毁灭亚哈王朝的人，他正在执行上帝的惩罚，遇见了犹大的领袖们
和亚哈谢的侄儿们，跟随着亚哈谢来访，耶户把他们都杀了。亚哈谢藏在撒玛利亚，被耶户的人找到，把他交给耶户处死。他们把他埋葬了，因为他们说他毕竟是那一心寻求上主的约沙法王的孙子。亚哈谢家没有留下一个能保住王位的人。好，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下的第8章、第9章，好看到更详细的故事。好，那在历代志，好比较的简洁。好，就是他去看他的舅舅的时候呢，但是上帝早就已经要让耶户起来消灭亚哈家族啊。好，所以亚哈谢去呢，南国的亚哈谢去也跟着陪葬送死啊。所以他去到了北国，遇见了耶户。好，那所以不仅他的舅舅死，连亚哈谢也跟着被追杀而死，甚至就死在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但是呢，北国人仍然尊敬他，并不是尊敬亚哈谢，是尊敬亚哈谢的父亲约沙法王。在约沙法强盛的时期，毕竟呢还是带来国家的安定太平，所以呢他们还是帮亚哈谢埋葬，帮他埋葬。但是呢，北国呢，北国这个国家呢，就开始又遇到下一次的这个篡位哦，就是由耶户来成为第3个王朝。所以从这个图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左边是犹大王约沙法，右边是以色列王亚哈，亚哈的老婆是耶洗别。那他们2个人呢提议结亲，所以呢约沙法让他的儿子最大的儿子约兰跟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2个人就联姻结亲了。所以约沙法王和亚哈王2个就成为亲家，亲家公亲家母。他叫约沙法叫耶洗别，也要叫亲家但是呢，约兰当了王之后，娶了亚他利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所有的弟弟都杀了。所以这是我们在昨天读到的历代志下21章。再来呢，他的儿子呢，约兰跟亚他利亚生了好几个儿子，但是这些亚哈谢是最小的，他的哥哥们呢，是被掳到非利士，还或是阿拉伯，被这些联军掳走了。所以这是在昨天读到的21章，所以只剩下最小的儿子亚哈谢。但是呢，他的这个亚哈谢的舅舅约兰，就是亚他利亚的兄弟。他呢因为2个人联手，下面亚哈谢跟右上方绿色的约兰要联手去攻打叙利亚，结果呢攻打不成，受伤，然后呢遇到了耶户，所以被耶户所杀，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第9章。而约兰死了之后呢，下一个就是亚哈谢，也在没有多久之后呢被找到了，所以也被耶户所杀。这件事情呢，列王记下、历代志下通通都有记载。接下来下一个耶户的刀，第3个就是朝向耶洗别，就是耶户亚哈的老婆。所以耶洗别也被耶户所杀。这件事情呢，就是上帝透过先知以利亚早就预告的事情呢。但这件事情预告的很早，在以利亚的时候呢，上帝就已经对以利亚来预告这件事情。而当这些亚哈王朝都断绝之后，就只剩下了中间那个亚他利亚。说现在呢家里面没大人，那亚哈谢呢，其实他也有生了几个儿子，约阿施还有其他儿子。亚哈谢这时候很年轻，23岁。但是其他儿子名字都来不及被登记。但是亚他利亚就先下手为强。所以呢，亚他利亚就把亚哈谢自己的儿子所生的各个儿子通通都杀了，为了自己要能够当上女王。所以在历代志下22章，等一下我们会读到，跟列王记下11章都记载这件事情。但是上帝还是有他的计划安排，就是亚哈谢他另外应该是有个姐姐或是妹妹叫约示巴。
也是约兰的女儿，好，约兰的女儿，但是呢，她就不像是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那么样的心狠手辣，好，她呢还是按照着可能像她的阿公约沙法一样，好，对上帝敬畏的心，所以约示巴是嫁给了大祭司好耶和耶大，所以这个约示巴就把亚哈谢最的儿子呢，好，其中一个约阿施。从那些要被杀的王子当中偷出来，好，甚至把约阿施和他的奶妈都藏到自己的卧室。后来约示巴的先生耶和耶大是大祭司，好，所以约阿施要叫他姑丈，好，就把他带到圣殿里面躲藏，好，足足藏了6年啊。好，所以我们再来读最后这3节啊，10到12节。亚哈谢王的母亲亚他利亚。听说儿子被杀，就下令处死犹大王室全家。亚哈谢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约示巴，她嫁给耶和耶大祭司。约示巴把亚哈谢的一个儿子约阿斯偷偷救出来，从那些将被杀的王子中带走，把他和奶妈藏在圣殿里一间寝室里。约示巴藏了约阿施，救他脱离亚他利亚的手，未被杀害。亚他利亚以太后身份统治期间，对约阿施在圣殿里藏了6年。好，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计划。好，虽然这个亚他利亚好像是这个埃及法老，好像是这个仇敌，一直要把上帝的后代断绝灭绝啊，但是上帝仍然能够来从各样的危险当中来拯救他的百姓子民，好，包括大卫的后裔。所以这个约示巴，好，约示巴，好，是这个亚哈谢的妹妹，好，她呢和她的先生耶和耶大，好，一起呢，好，联手，好，来抢救这个约阿施王哦，好，让这个小小的约阿施好能够继续的存留。好，但是呢，亚他利亚也在这个位置上面好待了6年，好，将近7年的时间了。好，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好，从第22章，好，其实我们可以追溯到约沙法王，好，一开始的时候，好，是在历代志下的第18章啊，好，第18章呢，上帝就警告了约沙法，他和亚哈结亲好，就成为亲家这件事情呢，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好，但是呢，约沙法好也好。他面对错误，好，他尽量的做改革，好，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错误的关系连结啊，好，这个毒害呢，好，不仅害了他的下一代，连他的下一代，好，约阿施都差一点被杀害，好，差一点就后继无人。而第二个，让我们看到亚哈谢王，好，他做王只有短短的1年，他创了从这个大卫犹大做犹大王以来呢。在位最短，好，在他前面更短的是啊，比他前面最短的是亚比亚王哦，只有3年，但是亚哈谢又破了亚比亚的记录，好，只剩下1年，而且是寿命最短，只有23岁，只有23岁做王只有1年，好，所以呢，这看起来像是一代又不如一代。另外呢，好，在亚哈谢死的那一年呢，主前841年。这一年很特别，那一年总共南北国有3个王死掉，而且呢，南北国都在同一年都被篡位哦。那一年死的呢，最先死的是南国的约兰王，就是亚哈谢的爸爸，他爸爸死的那一年呢，结果北国的约兰，就是他的舅舅也死了，然后这些自己也死了。他的爸爸呢是死在长病，好，而这个舅舅和亚哈谢呢都是死在耶户的刀下，还包括了这个他要叫外公的这个外婆的妈妈耶洗别也是死在耶户的刀下。而那一年呢，耶户就篡了亚哈家族的王朝，好，成为北国的王。而亚他利亚呢，也篡了大卫家族啊，好，自己以王来自称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在圣经这一段非常复杂的关系，但是我们追溯根源，
就是一个错误关系的连结。好，上帝所不喜悦的，好，而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好，但是约沙法犯了这个愚蠢的错误，好，让自己的后代，即便他在努力，后代呢也跟着赔命了。所以，我们透过今天这段经文，好，我们也为3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祈求每一个关系，好，都能够有正确的连结。这些关系呢，是能够长远在上帝的祝福当中呢，不仅是我们自己蒙福，也是我们的后代、身边人都能够蒙福啊。好像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就是因为相信而跟上帝有合宜美好的关系。好，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为这个每一个关系，好，我们来向上帝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着我们每一个关系，不论是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朋友的关系，都要跟上帝来祈求，让我们在关系当中能够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让在每一份的关系当中，我们都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经营，好叫我们得福，也是万人能够来得福，好使我们的身边的人，我们的世世代代都能够领受祝福。求你垂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第二个，我们像看见了亚哈谢王只有23岁，这么年轻的生命，还当了这个南国犹大的王，好，但是他的生命好成为了一个非常的悲剧。我们祈祷每一个年轻的生命都能够活出美好，在年轻的时候呢，能够为神而活，来荣神益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要为每一个年轻的生命来向主献上感谢，不论是我们的儿女或是我们的儿孙，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把生命来献给主，能够为主而活，能够活出上帝所创造美好的形象，也让他们能够远离一切的诱惑，能够脱离少年人的情欲，能够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圣洁，一起追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让年轻人能够为主而活，能够活出美好，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求你垂听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后我们要为着国家的内政、国际的局势安定来代祷。我们看见亚哈谢王和他的舅舅两个联手要去攻打叙利亚，却自己身受重伤，而且也让自己的两个国家都赔上了王位，甚至让别人起来篡位啊，让国家的百姓陷入在非常不安定当中。而从约沙法的经验当中，就是亚哈谢的爸爸，我们知道战争的胜利呢，并不在乎人，而在乎神。应当是如同约沙法，好，要勤读神的话，教导上帝的话，并且要行事公正公义，设立审判官，好，能够追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公义，甚至当面对大征战、大军来犯的时候，是谦卑进食、祷告寻求，因为胜败不在乎人，而在乎神。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为我们国家的内政，为我们的国家在国际局势上的安定祷告，求上帝与我们的国家同在，与我们的领导者同在，求上帝来掌权。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以及我们的领导者在上位置来祷告，愿上帝你在我们当中来掌权，也让世世代代都能够谨守圣经的教训，让我们得着智慧，明白战争的胜败不在乎人，而在乎神。不要让我们因为大军而恐惧惊惶，不要让我们因为人多而害怕，而是如同约沙法要坚定站立，如同他所派出的诗班利未人，能够穿着圣洁的衣服，赞美耶和华，走在军队的前面。因为你要带领我们来到比拉加的地方，就是那称颂神的地方，就是那领受上帝祝福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顺境或是逆境，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愿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垂听我们在这地方所献的祈祷，使我们的国家，使我们领导者都能够成为谦卑、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神同行的领袖。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把时间交给敬拜团。